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龐寶林投資 GPS。投資要同特朗普共舞，港股獨潮水，試23,300，市場中性策略有利。特朗普咧成日又有反口啦，咁啊美伊嘅戰事咧就佢已經改咗口都唔知幾多次啦。早嘅時候咧話38次，而家我諗唔止㗎啦，40幾次都有啦。佢造成嗰啲波動可以操控全球嘅金融市場，包括股市、期貨嘅市場，甚至虛擬資產咧，佢係賺大錢嘅。無論係升或者跌，最重要最大嘅問題就係而家呢60日要傾黎巴嫩、以色列繼續係炸佢嘅。第二個油嘅庫存究竟係俾邊個？核嘅油呢係俾邊個？繼續放喺度，主要我唔做核武器就得㗎啦，或者係要俾其他國家呢？要俾美國啊，又話要俾中國呢，咁而家都未傾得掂。咁聯儲局呢，暫時呢就按兵不動，但係呢美金係繼續升緊嘅。本來打仗先升㗎，咁但係而家又好似打唔打，咁所以呢美金係升嘅。主要係最近美國呢就有好大嘅股市 IPO 上市，咁有人再講啦，除咗 SpaceX 又跟住就另外兩隻啦。咁另外咧就佢哋嘅通脹咧亦都係高嘅，可以有加息嘅情況，咁所以對美金嚟講咧係有用。咁同埋聯儲局咧似乎會改5個工作組織，同埋少啲咧講咁多嘢，影響到個經濟或者嗰個股市嘅敏感度。咁美國股市咧個 IPO 咧咁勁，就吸引咗好多錢，咁大隻股票都能夠係上市之後IPO 咧。而家都係賺錢嘅，當然有回旋。咁睇到咧，就美國嘅金融嗰個磁力好犀利，全世界吸錢。美國嘅股票咧，啲錢咧繼續有。加上下半年又有2隻 AI 股咧，大家都鬥啊，鬥個估值啦，鬥生意啦，鬥快上市啦，同埋秘密式咁去上市啦。咁所以咧，今年咧，我諗下半年又有個2萬億集資。咁究竟呢2萬億集資會拖冧個股市咧？或者會好似 SpaceX 繼續做到個股市咧，吸晒全球嘅資金咧，大家都要留意嘅。另外咧，特朗普咧就指咧，蘋果咧同意同英特爾咧合作。咁其實咧，特朗普好早嘅時候咧就買咗10%英特爾嘅，咁試咗好似國企咁啊。咁然後咧叫佢哋同好多呢啲公司嘅合作，推動個股價升好多。同 NVIDIA 做啦，同美光啊其他呢啲合作啦，其實個目的係一樣嘢。第一個股價要升。第二個晶片就落喺，因為 Intel 就係美國嘅公司嚟嘅，台積電喺美國做都係外國嘅公司，咁所以佢一定要美國嘅公司做，所以呢個咧對佢哋嘅股價或者其他嘢咧就升得好緊要啦。美國嘅 AI 嘅基建股咧，未來咧繼續吸引好多錢嘅，摩通估計咧就係5.5萬億美元。去到2030年呢方面嘅機會相當之大啦。咁大家睇到咧就 AI 嘅浪潮有 Magnificent Seven， 即係7雄啦，科技7雄 FANG、Facebook、Netflix、Amazon、Apple 同埋 Google。但係而家可能要改名啦，叫 Mangos、Meta 啦、Anthropic 啦、NVIDIA 啦、Alphabet 啦、OpenAI 啦，同埋 SpaceX 啊，將來會繼續改變。咁我覺得咧，下半年有2隻股票上市咧就會繼續嘅。至於中國嘅股市嚟講咧，個數據就麻麻地，好多個數據零售同埋個投資 fixed investment 啊，其他各方面都唔得。唯一最大嘅投資就係 AI 同埋各方面嘅嘢。所以投資者或者消費者咧，內地咧都唔肯消費嘅。5月嘅年貨咁差，房價繼續係跌嘅。雖然個成交係大咗，咁所以我覺得咧對投資者或者對消費者嘅信心咧就比較差㗎。咁所以呢個咧中國咧要做好多嘢。咁所以中國咧第一就係 AI 繼續好啦，未來 AI 咧就係個預料創新嘅科技就會好多喺 A 股上市啦，譬如話喺香港上市嘅 Minimax 希宇啦，同埋智譜啦，都會有機會翻去 A 股。咁如果 A 股成功繼續集都知咧，就好多國內嘅股票、科技股，尤其是喺香港上咗市之後，又翻去 A 股。咁所以咧，其實都係兩地上市咧，咁就吸到人民幣，又吸到外資嘅錢，而幫助佢哋發展咧。我諗對中國嘅 AI 股或者科技嘅，無論係硬件、軟件咧，都係一個投資機會。所以呢方面有調整咧，就係一個機會。但係我哋要揾龍頭啦。發改委為咗刺激嘅消費唔好嘛，譬如話固定嘅投資啊跌咗16%喎，咁點搞咧？補貼又冇晒，汽車啊、電動車啊同埋電器，而家就話有625億攞出嚟，究竟係咪咧？咁個清單係點樣咧？咁另外咧2000億人民幣咧嘅清單咧就話去幫算力同埋電力嘅協同，除咗 AI 之後，基建咧都係好重要嘅。咁恒生指數咧最弱㗎啦，差唔多連跌咗6週，係11年嚟最長嘅跌浪。
咁24,000點之失啦。今日咧星期一就係6月22號，居然咧就跌到23,300，好彩喺嗰度掉頭穩住，短期有反彈，但係咧我哋都要小心，因為中國股票咁恒生指數點一跌咧？第一，美國嘅利息正話都講咗啦，提升有機會係加息。咁恒生嘅指數結構裏邊 AI 同埋晶片嘅股份係唔多嘅，所以咧全部傳統嗰啲科技股係一路跌，其他嗰啲繼續跌，變咗咧就頂唔到啦。靠啲 AI 股未夠入，咁所以可能恒生指數要加快，要用 AI 嘅速度將呢啲股份咧加翻入去。至於咧就資金流出香港啦，因為點解咧？成個亞洲嘅資金或者新興市場嘅有部分去咗日本、韓國、台灣，台灣已經成為咧全世界最大嘅股市之一咧，就係第4大，都好犀利啦。就靠啲晶片股，而台積電一隻嘅晶片股咧，已經等於權重嘅指數權重42%。而家我哋睇到港股咧就有機會反彈啦，反彈到23,300咧，有機會去到24,000幾，但係呢個反彈都係好弱嘅。如果再反彈再落翻嚟咧，如果穿咗咧就去到2萬，唔穿就最會好啲。咁我哋希望喺嗰度啦。咁全球最大嘅 SpaceX 正話都講過啦，呢啲咧就已經係吸引到全世界嘅資金啊，同埋有好多夢想可以合作。譬如話太陽能，你如果接近太陽喺太空24小時都攞晒，冇分幾時係日頭同埋夜晚，有太陽同冇太陽。有一個策略，正話我哋個標題已經講市場中性，我哋叫做 market neutral 嘅分。喺我哋做對沖基金嚟講咧，點樣做法咧？就係話我哋睇一個行業係好好發展，我先買呢個行業，咁呢個行業就唔會蝕嘅。譬如話 AI 呢個行業就會賺錢啦。咁我買 AI 嘅行業，或者我買晶片嘅行業，咁買 AI 行業裏邊咧，我就揀啲龍頭嘅股票，最好嘅股票我就揸佢，沽空佢咧就係呢個龍頭第2、第3一路排落去，但係個 liquidity 都係好好，同埋有啲衍生工具，咁呢啲叫 pair trade 咁樣做法啦。最近好多咧就買智譜沽呢個希裕，我哋叫配對交易。其實喺我哋對沖基金裏邊咧，10幾20年前，好多年前已經係做呢樣嘢。但係如果呢個行業又得，另外晶片呢個行業又得，軟件嘅行業亦都可以嘅。所以咧大家可以運用呢個策略做啲個風險好低，因為嗰個行業係賺錢嘅，你只係賺多賺少。第二，咁你自己做咗 pair trade 咧就對沖咗個風險，咁呢個亦都可以做。但係最重要喺個市場嘅流通性好，大家值得去學習同埋去用嘅。高盛佢分類咗咧 AI 嘅股票咧有邊幾樣嘢咧？有模型啦，最大嘅我哋叫大模型啦，基建啦，印刷電路板啦，光模組啦，記憶體啦，半導體同埋電力傳輸呢方面。將來仲有 cyber security， 因為你上咗去，咁呢啲股份我覺得都要留意嘅。至於咧高位配股嗰方面咧，我覺得當然㗎啦，因為而家啲股升咁多，但係你知道 AI 嘅發展咧，硬軟件都未完全，仲要抌錢落去，咁所以高到咁上下咧就有集資唔代表咧佢係唔可以再升，因為佢集咗資嘅錢咧，因為而家升得高，集咗資嘅錢就再抌翻落去。如果佢全部係用翻喺個企業嘅發展，幫助佢哋護城河或者其他個方面咧，我覺得呢啲股份都繼續值得走。咁所以咧，大家有好多嘅股份今年嚟講值得睇，尤其是而家世界盃嘅時候，一啲人係靜一靜，而且咧暫時美國都冇啲大股出嚟，到下半年咧可能又一陣，所以大家喺呢幾個月咧2-3個月咧，慢慢揾好嘅機會投資，或者用 pair trade， 或者用市場中性對沖基金嘅策略去投資啦。我自己係東企喺證監會嘅持牌人士，我自己只係持有 Apple， 我公司嘅基金或者投資組合持有 SpaceX、Nvidia、Meta、Alphabet、Apple、Amazon、ARM、台積電、Intel、希裕同埋智譜嘅。時間差唔多啦，如果中意呢條片咧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，按呢個鐘仔，多謝晒，拜拜。